一部後生仔同老人家都啱用嘅跑步機，我哋終於幫你揾到啦！ 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Fitbox 嘅 CBO 啊！今日帶大家深入虎穴，嚟到我屋企打大 boss，就係我哋德高望重嘅 COO 啦！我又開始做運動啦！阿 COO 今年都成80歲㗎啦，雖然行起上嚟都要用拐杖幫一幫，但佢每日都會堅持走出露台活動下，所以都仲算活動自如，身體都幾好㗎。為咗令到 COO 可以行得更穩同埋進一步改善佢嘅身體狀態，我就買咗呢部 Fit 嘅聯盟跑步機俾佢，等佢喺屋企都可以多啲運動。呢部跑步機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嘅可拆式多方向扶手，可以正常咁向前跑，又可以將個扶手拆開兩邊擺臂跑，又或者將佢裝喺側邊練習側步跑，甚至乎裝喺後邊倒後行都得，等你可以提升身體嘅協調能力同埋鍛煉你嘅大腦。除此之外，你仲可以加2嚿水買多一對扶手插喺兩邊，咁你屋企嘅老友記又或者一啲復康階段嘅朋友都可以好穩陣咁喺上面行下做運動，又或者將對扶手一前一後咁擺，咁就算個老人家行慢咗少少都唔使驚佢跌咗去後邊。佢仲有個無線遙控，等護理者可以幫老人家控制住個速度，咁就唔使擔心有啲咩意外啦。而佢機底嘅8個 Air 氣囊亦都可以有效減震，保護我哋嘅關節，跑起上嚟仲更加寧靜，唔使怕嘈到樓下。而且佢條跑帶下面仲加多咗一層軟墊，就算赤足喺上面行都好舒服㗎。我同 COO 已經傾好咗個絕世好雕，原價4000幾蚊嘅 Air 跑步機，而家只要你留言我又要2888蚊就送到你屋企，我仲免費送多一隻扶手俾你添，有冇問題啊 COO？ 梗係冇問題啦！最後都要補充一句，任何嘅電動跑步機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年紀太大嘅老人家或者行動受限嘅復康人士，就一定要有人陪同下先至好用啊！